青山国小多年来推动活读不遗余力，除了有第一届杰出校友，前政大校长郑定旺博士关正的图书馆推广活读亲近活动。平常日学校师长包含行政人员，也会建立班级陪伴囡仔活读，做新教式的示范。议员蔡玉辉某一次注意到青山学生热衷活读，在去年年底主动为学校争取各地图书的经费。学校趁着这次图书采讲，特别传领学生做伙来到政大册城，为图书馆来竞册。我们带到台南市的政大书场让小朋友去挑选1到2本他最喜欢的书作为他儿童节的礼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尤小姐我们贵族世家的尤小姐，其实也算我们的校友了。她爸爸在我们学校毕业，她曾经在我们学校就读过。然后也感谢我们的那个姚记者的这样的一个穿针引线再串起这样的姻缘招待全校师生来这里享用那个牛排餐。所以今天是书香牛排香能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知影到青山国小的师生来到市区选册过儿童节，台南市华勤记者协会理事长姚振宇即主动联系郭建顺校长，并甲好朋友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新住民委员会主席，也是新营贵族世家牛排馆的头家尤惠雅共同出钱，招待青山国小80位师生来用餐。知道说青山国小要过一个不同的儿童节，然后他们到市区去采购书。那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想说，其实我长期也希望说能够关心偏乡的学童，所以正好有机会，再加上我的好朋友正好在新营开牛排馆，所以我就从中撮合。那我们2个是自掏腰包，希望说能够招待小朋友。那也很感谢校长的安排，也希望大家小朋友能够吃得很开心。这一次的儿童节有吃美食，还有选书，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是以青山国小资深校友，我也在学校读过1、2年的时间啦那我国小1、2年级是在青山国小念的，所以我是以老学姐的身份来邀请小朋友他们来这边欢度儿童节，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儿童节的餐点。青山国小学童因为爱上活读，甲推广家乡产业，得到关注，引来各方的资源甲关爱。也因此，让师生提前度过一个有意义而且温馨的儿童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